障礙會否好心放生我？要善用力氣需要什麼？缺少了智力見識探視也不可認識，細想多一秒也閃過，機會只會去考驗我，千鈞一髮內要如何永遠感激絕妙每一腳球場，不只可以教曉我怎樣射龍門，活着若要開竅，如何單刀一腳破開我心中的大門。天天似踢中鋒，進取中靈動像風，一出鞘似刀鋒，切開阻隔，掌握那一瞬，世態永遠在控，未必要靠硬碰，好身手兼有剛和柔，不止盲從，一生似踢中鋒，要衝鋒，期望命中得分要看得中，看得準，左推右中，未靠稱英雄，一腳未見功，加一腳再保重。如我要向前進，腳步要幾急先變急躁，眼望着目標天那樣高，卻不理角度懶管力度，會走步來到決勝一刻別看比數，機會不會趁機來到，懂得怎創造更自豪，永遠感激絕妙每一腳球場，不只可以教曉我怎樣射龍門，活着若要開竅，如何單刀一腳破開我心中的大門。一生似踢中鋒，要衝鋒，期望命中得分要看得通，看得準，左推右中，未靠稱英雄，一腳未見功，加一腳再保重。中鋒要衝鋒，期望命中得分要看得通，看得準，一個獨鬥沒法稱英雄，一腳便見功，多得隊友輸送。